各位考生，試卷3考試時間已到，接落嚟係播放試卷5嘅錄音資料。試卷5綜合能力考核即將開始。首先，考生需用2分鐘閱讀考生須知、閱讀材料以及試題，然後聆聽一段錄音。喺錄音資料播放完畢後，考生尚有1小時5分鐘作答。中國語文科試卷5綜合能力考核正式開始。各位考生，請用2分鐘仔細閱讀試卷5考生須知、閱讀材料以及試題。杏壇中學學生會每個月都會舉行一次杏壇龍門陣，主持人會邀請同學一齊討論學校嘅最新事務，表達意見，希望有助學校嘅發展。呢次龍門陣嘅主題就係討論計劃興建新大樓嘅2個方案。以下就係主持人同埋3位同學嘅對話啦。各位同學午安，我係龍門陣嘅主持人池中立。今日我哋邀請咗3位同學參與討論。你哋可唔可以先介紹下自己呢？我係中5乙班嘅新一葉，大家好。我係中5甲班嘅陳再修，好榮幸可以出席。我係中5丙班嘅張孝累，同時亦都係校園發展計劃小組嘅學生代表，大家好。多謝3位同學出席。今日我哋討論嘅主題係關於學校計劃興建新大樓嘅2個方案。相信大家都睇過呢2個方案，並且各有所愛，所以先有今日嘅討論。不過我希望大家先從唔同嘅層面嚟到考慮。換句話講，興建新大樓應該配合學校嘅辦學宗旨同埋工作展望，同時仲要考慮大樓落成之後資源運用嘅問題。從呢幾方面嚟睇啊，新同學你有咩睇法呢？我支持以體藝為主嘅方案1，因為佢符合我校嘅辦學宗旨，重視學生均衡發展。咁啊，陳再修同學啊，你又有咩意見啊？新同學嘅睇法我相當同意，但係點樣理解辦學宗旨，我同佢有好大嘅分別。我覺得學校首要係關注同學喺學業上嘅發展，其他能力只係輔助。對同學嚟講，學業成績係最重要嘅，所以我支持方案2。2位各有偏愛。咁啊，張孝累同學啊，你身為校園發展計劃小組嘅學生代表，對於2位同學各選一個方案，你又有咩睇法啊？咁樣正正係小組提出2個方案嘅原因。
我校喺過去幾年學業成績同體藝方面都有一定嘅表現，但係兩者都仍然有好大嘅發展空間。而新大樓所提供嘅場地同埋設備，究竟應該向邊一個方向發展，先至對學校更有利，對同學更適合呢？呢兩點都需要大家一齊探討㗎。我個人認為，學校現時已投放大量資源喺學業成績上啦，所以興建新大樓嗰陣，學校應該貫徹辦學宗旨，重視同學嘅多元發展，更重視同學嘅全人發展。新同學唔好忘記，學校嘅辦學宗旨同樣重視學業嘅重要性。照陳同學嘅講法，我哋學校推動全人發展嘅辦學宗旨就可以唔理會啦咩？推行全人教育可以採取唔同嘅方式，但係新大樓只有一堂。所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呢堂新大樓應該係學校推動學習、提升學業成績嘅利器。兩位嘅講法呢都好有道理喎，真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啦。唔知道選邊一個方案先比較好喎。池同學，你嘅語文水平相當好啊，證明我校同學嘅學術水平已經唔錯。學校更加應該向其他方面發展。正如陳同學所講，新大樓係利器，係發展我校其他方面嘅利器。冇咗呢個利器，試問學校工作展望中有關體藝嘅項目，又點樣可以落實呢？新同學重視體藝嘅苦心，我萬分欣賞。但係新大樓既然係利器，當然就要用喺關鍵要緊嘅地方上，而呢個就係提高學業水平啦。學校嘅工作展望既重視學業，亦都重視體藝，點樣可以話學業先係關鍵啊？新大樓係咪利器呢？我仲唔係太清楚。但係兩位唇槍舌劍，詞鋒就真係好銳利啦。請兩位高抬貴口，唔好傷及無辜。哈哈，就係我啦。池同學，你咁樣講係覺得我喺度煽風點火啊？當然唔係啦，我只係插科打諢，等氣氛輕鬆啲啫。池同學唔使擔心，我同新同學都係坐而論道，各言其志，唔會鬧交嘅。啊，咁就最好啦。講到學校嘅展望呢，前兩日校長喺早會中都有提及，兩位又點睇啊？多謝池同學提醒。當日校長宣布咗一項新嘅工作展望，希望透過推廣閱讀，提升學生嘅語文素養，同樣係重視學習嘅表現。每一次早會我都好留心聽㗎。陳同學都應該記得，當日校長仲提出另一項新嘅工作展望，就係提供唔同嘅表演機會，提升同學嘅自我形象。呢一點正好講明咗學校同樣重視體藝發展㗎。兩位嘅觀點呢，一直都環繞方案中嘅佈局設計。不如我哋轉個方向講講錢啦。方案中都有財政預算喎，咁會唔會影響大家嘅選擇㗎？呢一點好值得留意。大家睇睇，如果採取方案一嘅話，就包括要外聘導師，咁樣對同學嚟講係一個唔輕嘅負擔。反觀方案二，人人可以享用，更具經濟效益。聽陳同學嘅講法呢，方案二就比較平民化。咁啊，新同學啊，你又有咩意見啊？從同學嘅成長發展嚟睇，新大樓應該提供多元化嘅設施，而唔應該只係關心錢嘅問題咯。新同學講得太輕鬆啦，似乎令人有何不食肉糜嘅感覺。新大樓建成，有新設備，自然就要付出。金錢係一種付出，時間精力係另一種付出，所以方案二雖然唔使聘用導師啊，但係就需要老師負責管理，唔通老師就唔辛苦啦咩？陳同學喺呢一點上，你只係50步笑100步咋。好多同學呢都表示，老師平日嘅工作已經好繁忙啦，如果再增加佢哋嘅工作量，又係咪適合呢？陳同學啊，你點回應呢個問題呢？呢個問題可以分兩方面嚟講。首先，方案二有助落實學校有關學業成績嘅工作展望，其實亦都能夠減輕老師嘅工作量。再者，老師可以揾同學當值，咁亦都能夠減輕工作量。同樣，方案一亦都有解決方法，例如申請資助嚟支付導師費。何況照顧唔同能力嘅同學嘅需要，唔係都係學校嘅要務咩？我哋究竟需要一個舞蹈冠軍，定係要一大班同學嘅學業成績都進步呢？我覺得答案已經呼之欲出啦。其實新同學同陳同學都好有見地，所謂兼聽則明，相信小組會好好考慮大家嘅唔同意見，然後先作出決定㗎。
有關新大樓嘅用途呢，不如先講到呢度啊。接住我哋不如講講新大樓對學生嘅成長發展有咩幫助啦。成長發展係咪討論新大樓點樣令到同學快高長大啊？新同學，你真係識開玩笑啦！主持，多謝你讚賞啊！我只係想大家輕鬆下啫。不過我都唔係亂講噶。試諗下，重視體藝，鍛煉身體，唔係間接叫人快高長大咩？雖然新同學嘅想法好有創意，不過講到新大樓對於同學成長發展方面嘅幫助，我哋不妨從同學嘅個人成長同埋前途出路嘅角度嚟思考一下，咁可能會更加容易聚焦喎。張同學剛才提出嘅兩個角度呢，已經好全面啦。現時學生部正待校園發展計劃小組徵集同學對新大樓方案嘅意見，兩位同學要從呢兩個角度出發，並且論證邊一個方案較有利於學生成長發展，連同自己支持方案嘅原因同理據，寫成書函交俾學生部啦。為咗支持同學嘅體藝夢，我梗係要寫啦。我都係，不過係為咗專注學業嘅同學而爭取嘅。仲有啊，關於學生成長發展嘅部分呢，同金錢冇咩關係，大家就唔使喺呢部分討論財政問題啦。池同學，你除咗語文唔錯，做事仲好細心喎。陳同學過獎啦。講到細心呢，我就再要提醒打算寫信嘅同學，要記得為新大樓命名啊。係啊，為咗增加同學對新大樓嘅歸屬感，學生部設計咗呢項活動，我覺得好有意思。大家記得要花啲心思，根據大樓嘅設計同埋功能，為大樓構思一個合適嘅名字，仲要點出命名嘅意義添。不過為求出位，用潮語或者英文可唔可以啊？梗係唔可以啦。大家聽到啦，嗬，記住咯。不經不覺，節目又到咗尾聲啦。最後提醒各位準備寫信表達意見嘅同學，記住截止日期啊！仲要留意書信嘅格式，做一個有禮貌嘅同學啊！今日嘅時間到啦，多謝參與討論嘅同學，亦都多謝出席嘅同學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各位考生，錄音播放完畢，考試時間尚餘1小時5分鐘，請除低聽筒，關上收音機，繼續作答，直至試場主任宣布考試結束。